后来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咯，有关这个台铁甲高铁的防疫，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这个列车顶暂时未禁止食食，只要甲防疫的距离开始做好势，目前也是互大家方便。啊，若这个自由座，会阁请台铁、高铁做更加周齐的评估。等高铁腹肚枵，紧食便当，喙焦啉食茶，喙若要食物件，喙暗都要摕掉。即马台铁含高铁，不管是伫咧车顶，还是等车的所在，拢是全面开放，互大家食物件。不过即马疫情开始慢慢变严重，就惊喙暗摕掉这个动作，病毒都可能会开始消化，互疫情拖去别个管区。需要饮食啊，我们目前也是要限制在最短的时间内。 啊，那用完就要都戴上口罩，而且旁边的人也要保持社交距离跟戴口罩。食食的部分同款维持本来规定，不过坐上铁时阵，若毋是买退货车票，安尼就有可能徛到站，车顶徛到靠绝绝，就惊疫情卖伫咧遮摊开。自由座的一个取消，那请台铁跟高铁公司进行评估，好，那也会送指挥中心来讨论。 过年车票拢已经开始卖啊，配退方案要紧出来，才当互民众放心坐车回去。